135年嚟，港燈陪伴香港成長，提供可靠、優質電力供應，創造美好環境，推動百業興旺。1982年投產嘅南丫發電廠，早喺選址階段就特別考慮到點樣盡量保護環境。主廠房興建喺經削平嘅半個山坡上，山邊設置燃煤儲存場，有別一般儲存場設喺臨海地帶。南丫發電廠要額外興建輸送帶，將燃煤送入發電機組。營運效率雖然有所影響，但半邊山體可以作為天然屏障，亦都可以保護發電廠所在地嘅環境生態。港燈多年來引入大量劃時代技術，透過科技提高發電效率。1993年引入煙氣脫硫裝置，安裝喺燃煤機組後，有效清除煙氣中90%以上嘅二氧化硫，係日本以外第一間喺亞洲應用呢項技術嘅公司。2006年，燃氣聯合循環發電機組9號機組投產，係第一部以天然氣為發電燃料嘅機組，為煤轉氣清潔能源時代揭開序幕。同年，92公里長嘅海底管道啟用，將天然氣由廣東大鵬液化天然氣接收站輸送到港燈9號機組，提供穩定同可靠嘅燃料供應。2020年引進選擇性催化還原脫硝系統，為10號機組進一步減少空氣污染物排放。2023年，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啟用，提供多元化、穩定同價格具競爭力嘅天然氣。停泊喺接收站嘅紫荊精神號可以儲存同再氣化，將天然氣經18公里嘅海底輸氣管道送去南丫發電廠。除咗能源轉型，港燈亦致力發展綠色能源。2006年，商業營運風力發電機喺南丫島投產，係全港唯一商業營運嘅風力發電機。2010年，南丫發電廠商用太陽能發電系統投產，屬當時全港最大規模，連續28年供電可靠度超越99.999%，達世界級水平。2017年首次超越99.99999%嘅高水平，代表每名客戶平均每年非計劃停電時間少於半分鐘。自2006年利用天然氣發電至今，天然氣發電比例已提升至港燈總發電量約68%，碳排放量較2005年基準水平減少40%。除咗改善排放、致力減碳，南丫發電廠亦致力保育生態。經過近40年努力，電廠範圍發現雀鳥品種約30種，亦曾出現香港獨有喺南丫島另一端生活嘅綠海龜。附近水域亦發現多個珊瑚品種，普遍健康良好，彰顯港燈喺促進生物多樣性方面嘅回報。港燈早喺2019年就因應聯合國嘅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識別出3大可持續發展目標，分別為可負擔嘅清潔能源、產業創新和基礎設施同埋氣候行動，並且制定相應目標，定期向公眾匯報進度。同時，我哋亦都積極準備採取措施應對氣候變化，致力將極端天氣對供電服務嘅影響降至最低。南丫發電廠多面臨海，早於建設初期設置大口徑排雨管道疏導雨水，亦參照國際指引及天文台氣候數據，喺2018年山竹襲港後制定應對氣候轉變下發電及輸配電設施設計指引。風暴潮會引發越堤浪，令海水有機會湧入廠內。發電廠喺早期設計上已經喺沿海興建防波堤，作為第一道保護防線。2米高嘅防洪牆、臨時擋水牆同埋可拆除式防水閘，就作為第2道保護防線，抵禦更極端嘅天氣，確保堤岸及其他近海關鍵發電設備嘅安全。電力基建方面，關鍵控制組件就加裝防水保護裝置，或遷移到離地較高位置。新建12及13號機組同埋其他關鍵設施，地基高度一律採用主水平基準正7米嘅高建築規格。面對氣候變化帶嚟嘅不確定性，
港燈喺提供安全、可靠、潔淨同價格合理嘅電力同時，亦必須要未雨綢繆，防患未然。透過環保、科技同創新，大力提升電力系統抵禦極端天氣嘅能力。對電力系統同樣重要嘅，仲有設於各區嘅變電站。2022年6月起，所有新建變電站規格一律提升至可應付高度為主水平基準正7米嘅水浸情況。喺低於正6米主水平基準嘅輸配電站，引入包括防水閘、排水泵、水浸警報系統或加高電力設備。各分區變壓器嘅跳閘電路，亦已改用防水終端或防水外殼保護。位於港島北部嘅13座主變電站，全部安裝防洪閘門，其中林士街分區變電站因應需要，加裝阻水密門。港燈整個發電同輸配電網絡由系統控制中心全天候監察，工程人員24小時隨時候命。針對過往曾經因極端天氣阻塞通往存放關鍵備用配件同應急物資倉庫嘅道路，港燈擬定物流應急方案，喺戰略位置存放物資。一旦遇上極端天氣，港燈亦會安排緊急流動發電車同前線搶修人員，隨時候命。放眼未來，港燈會繼續追求新一代綠色能源選項，除咗由內地引入零碳能源，亦都包括探討使用綠色氫能，配合政府喺2050年前達至碳中和嘅願景。